每個年青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光芒。喺 Matchbox 生涯探索計劃就係年青人尋找火花嘅起點，踏着無限嘅潛能，踏上生涯探索旅程。同學勇敢面對迷惘，探索自己發光發亮嘅方向。因為我本身都唔係一個好擅長講嘢嘅人，咁我就好擔心會唔會可能識唔到朋友啊，會唔會佢俾啲工作我，可能我唔係好做得到，係能力範圍以外嘅嘢。我唔係幾了解我自己，我可能只係了解到嗰個學業嘅瑣碎啦，但係對於我自己，我都係未發掘到嘅。一直對自己嘅未來唔係好清楚啦，即係好迷茫嘅，有好多工作都唔係好了解啦，同埋對未來都係唔知應該係就業邊一個方向。喺 Matchbox， 我哋帶同學跳出課室，親身探索多種職業活動，例如暑期實習、行業諮詢、互動式公司參觀、Career Speed Dating 等等，讓同學探索各種可能性。比較擔心自己 handle 唔到工作壓力啦，擔心自己都係有唔太足夠嘅溝通技巧啦。我最擔心嘅係隨機應變啊！其實有好多突發嘅事件呢，我驚我自己 handle 唔到咯，所以我會努力學習去處理呢啲突發情況咁樣咯。我最大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強化一啲自己嘅技能啦，譬如話係社交啊，或者係臨場技巧嘅一啲提升咁樣咯。所以 Matchbox 舉辦唔同主題嘅火山石共學小組，包括自我認識、撰寫履歷表、模擬面試等等，幫助學生喺安全嘅環境中練習，為未來嘅挑戰做好準備。最深刻嘅活動係今次可以同4間唔同嘅公司啦，去有更加多嘅認識同埋了解更加多佢哋做嘅嘢咯。入面最深刻嘅環節其實就係同唔同嘅公司嘅代表去進行一個溝通同埋交流啦，開闊咗我對一間可能公司嘅視野啦。join 完呢個活動之後，我發現設計一啲程式包裝或者建設一啲旅行方面唔同嘢都可以設計。佢真係會幫我去拓寬咗我嘅眼界咯，即係話令我多了解咗而家嘅行業可以將嚟做啲咩。發現原來喺我認知以外嘅工作，原來係仲有好多，唔單止淨係醫生啊、會計啊、律師啊呢啲咁傳統嘅工作，原來仲可以做一啲即係可能非牟利機構嘅嘢啊，或者更多嘅嘢咯。透過2星期實習，學生從想像走進現實職場，探索自我，找到自己嘅熱情和未來清晰嘅方向。係有擔心嘅，我想像中嘅工作環境就係可能一人一部電腦，一人一張台咁樣，好似好大壓力，冇乜自由咁樣。但係其實都唔係嘅，咁呢度都好自由啦。咁樣我就可以同實習嘅同學啦一齊傾下偈，得閒就可以交換下工作咁樣。就係個攤位遊戲，我哋都整咗2個迷宮啦。咁我都覺得我自己自律咗啦，同埋會比較主動去做嘢啦。即係之前都有可能被動啊，俾人叫先話去特別想做啦。但係而家有可能遇到一啲即使係自己唔擅長啊，或者擅長嘅嘢，都會主動問下可唔可以做啦。有一個設計係書架，我哋幫佢做一啲 design 咁樣，到時候可以放書俾啲小朋友過嚟睇啊買咁樣。有呢個嘗試咗之後呢，係冇咁迷茫嘅，即係我都發覺我對呢方面係有興趣，並且往後可能會有機會就去嘗試做呢方面嘅工作啦。對大學揀科嗰啲都可能比較有個確定嘅方向。咁藉住 Matchbox 呢一次嘅機會，咁就嚟到 Rise 去做一個 intern 啦。因為前幾日活動嘅時候，咁對住嘅小朋友都係比較有啲特殊嘅需要啦，同佢哋溝通其實一開始係有少少困難嘅，要揾到好多唔同嘅辦法去睇下佢中意啲咩啊，或者佢願意點樣同佢去接觸，咁樣 feel 到其實自己就係中意多啲同人去有互動啦，或者係多啲有活動，所以對未來都有咗一個清楚少少嘅方向，就係希望可以從教育方面去做去發展嘅。
都會諗可能之後會想做啲咩啦。咁其實經過咗成個活動落嚟，自己都係傾向於可能去服務為主嘅一啲工作啦。我都會好似想似呢間公司一樣，可以去服務呢一個即係呢個世界嘅人啦。